台中县东势镇世界同专属农业关系当前嘅乡镇，网摆商业中心丘街路巷，多见商家一道，甚至还看得到一条传统工艺。有啲商家更加见证东势嘅发展。丰富嘅铁条用铁锤去烤、塑形，佮表入炉底摆烧，安尼重复建造。你喺大铁店亲接看到嘅画面，由半世纪功力嘅老师傅通作当夹，差唔多是在用又夹又准来形容。打铁爱同时间就上脚，再要慢工出细板嘅耐心。几10年来，林建房就会托高温嘅用炉巡航，研究定3台嘅手艺，汗流墨落烤出规模嘅成法。因为嗰陣時請教師出師嘅人接觸冇乜得多，一樣咁就做。66歲嘅林建房，國小畢業過後就到烏卡退休，一頭開始將真正體會到打鐵係按辛苦嘅行業。頭擺也冇乜計講天線就真少啦啊是念的個人出力的種種都有因素啦。冇得機器控制因手工嘛，粗手嘛，你媽都唔是粗手時代咯。頭擺人嘛個耐磨，而家人耐磨。安尼又烤又大嘅成法，一個就會半世紀。林建房講，阿公係丘街路打鐵店開頭嘅人，所以自家把定扮演老店嘅扛棒。網擺東勢農林業當獻，各種家貨嘅市橋量一台，所以境內嘅打鐵店就超過20間。種農也要，腳可毛也要，種香茅也要，感人也多，嗰陣時新場嘅泰山林業公司嘅分務嘅我當多，東勢環港公路開通，個離山又多。只係等等工商業嘅興起，還有技術傳承嘅問題。你下東勢嘅打鐵店出沒幾多間？因為年齡嘅關係啦，人也老咧也冇個傳承，冇個教就慢慢咪冇拍。除咗自就拍手機台鐵拍也賺。嗰個東西嗰種算啦，嗰啲嘅人工業嘅台鐵拍的工廠出來而賣超市啦，萬你要賣嗰東西台鐵拍。嚟幫到嘅就幫走。林建房講，原物料經濟也係傳統打鐵店經營困難嘅原因之一。台灣碳磨就做我睇嗰啲來碳，來都唔賣到過貴一包貨台本來就真便宜嘅東西那kilo 6、7、8塊你就一開貨就要一包就要2多錢，包辦就貴1000塊咯。雖然生意無之前咁好，不過有啲老主顧還係長期來交關，因為純手工打出嘅家貨就會比工廠機器大量生產嘅好用價錢多。你看本來就離山用下多，離山有個原住民南部五湖都用嚟種而種東西。種谷米啦，乜嘅就用嚟種嚟做，而家個情況變，一種就是菜園種菜就樹工大4個人，一再一提時你冇講，你工廠短一光把你打嗰個經過見識過，所以佢哋硬度比一般嘅爭幾倍一種人嚟夾，一親天地公司用嘅做下用嚟做，人家咪係你看太離譜，打太離譜的打假的打短在那種一做手工打，比工廠漲個幾倍而且工廠佢太多生產因工業多代替，因短嘅基本上你講我打到包鋼嗰度包鋼、用鋼大型農業做下啲手工嘅不過，按工廠對咩佢一提新鮮應該冇佢開落去。就剪落去就打落去，就直接一攞
为了服务老人客，用路嘅火顺得停。同时，这下店行只有林建房一个人，生产嘅数量有限。像白嘅板料吼，就这么了。当时就落皮人多，变钱多，翻体啦，变钱那个时间啦。日记信箱感谢祖师爷保佑工作顺利。这了几年来，大摆落了铁台，林建房新港度弄为土炭，帮人落点为到自家嘅收行结束拍。我个细人都做偷毕业啦，伊毕业都这个公司好个派公司啊，都冇做咧，来就该足科上班咯。叫我改变些比较个就冇限难，咁冇限量嗬，冇按辛苦咗啦。也冇按用啊，或者感觉嗬，係咪？那好啦，超嘢先知啦嗬。同當多傳統手工藝相關，面臨市場嘅危機，林建房也支持在土地，以建以變老嘅身體堅持的。按身體許可嘅範圍嗬，就運作啦，做落唔感覺咧，耐冇就冇你阿嚟嘅啦。我不講嘛標啊，該標嘛標嘅嗬，係啦。要幾嚴啊？如果嚴，你把都講，如果嚴寬。你嘛會教我冇啲錯啦，這一個不一定的事情啦。